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Little Solo Art。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款日本顏料嘅產品啊，就係呢一套吳竹嘅墨彩色系。墨彩嘅意思即係佢係仿效 ink 咁解，佢有咧6個色嘅呢個套裝。先聲明咧，今次咧就唔係廣告嚟嘅，亦都冇咧呢一個品牌嘅贊助，純粹咧係我個人分享呢一個產品嘅。嗱，呢款顏料咧，其實嚟自日本啦，即係100年老牌子嘅。呢個牌子叫做吳竹。咁咧，而今次咧呢一個6個顏色嘅套裝咧，就係屬於墨彩嘅系列。個色調咧係比較低沉啦，但係都幾沉穩嘅。同一般咧比較鮮豔嘅水彩咧係有少少唔同嘅。當我見到呢個包裝嗰陣時咧，我睇唔到佢顏色，因為咧全部都係好似黑色咁嘅。但係當你咧落咗水咧，就會出現有唔同嘅色系嘅顏色啦。好，我今次咧就攞無印良品一個迷你嘅白色卡嚟做試色。佢呢一張卡嘅厚度咧都幾厚，所以咧就如果用水彩唔會容易透底咯。同埋咧，我哋預備定2支水筆。當我咧試用呢一套顏料嘅時候咧，其實最令我諗起咧就係英國黃金時代最出名嘅插畫家 Arthur Wickham 嗰個色彩風格。Arthur Wickham 咧嘅作品經常都係用一啲 earth tone， 即係大地色嘅系列啦，灰綠色啦、啡色啦、橄欖綠色啦，或者一啲煙熏嘅色調嘅。咁咧整體上嘅感覺咧，都係帶有一種好復古啦、好神秘，但係又好充滿古仔嗰個氣氛嘅。如果你加少少水咧，其實就可以做到好似好 rich 嗰個感覺。但係再加多少少水咧，亦都可以做到好柔和漸變嗰個效果。所以無論你畫人啦、植物啦，或者係樹木一啲 texture， 甚至你想營造咧背景個氣氛咧，用呢個顏料咧，其實都比較容易控制嘅。如果你平時中意咧日常係寫生或者插畫嘅創作咧，我覺得咧呢一個顏料咧都幾值得一試嘅。呢個顏料咧，我見到唔係好多人敢買啊，因為咧睇落係全部黑色，咁所以我試色嗰陣時都好期待咧，究竟下一隻係咩色咧咁。對於咧中意童話插畫用一啲奇幻嘅主題或者係想畫森林嘅場景咧，甚或是你想去嘗試一下古典插畫風格嘅朋友嚟講咧，呢一套顏料咧其實係幾有參考價值嘅。當幾種顏色咧混合嘅時候咧，係可以營造出咧非常接近 Arthur Wickham 作品裏邊嘅自然嗰個色彩效果嘅。我哋試下打開 Arthur Wickham 呢一本插圖書咧，揀幾幅我哋覺得咧應該係幾相似嘅圖畫先。好似呢一幅咁啦，我哋攞頭先嘅 color chips 咧去對比一下。我哋見到咧呢一個啡紅色咧嗰個系列咧，其實係好相似嘅。只要咧我哋咧加多少少水分落去咧，令到再淺淡少少咧就好似啦。另外呢一幅咧，你會見到咧墨綠色嗰個位咧係啦，亦都係好似嘅個色系。另外呢一幅咧又係好似嘅，留意下佢個啡紅色個色度咧係相當接近啊。我覺得呢一張咧嗰個 color tone 咧係最接近嘅。呢一張嘅墨綠色咧又係相當相似啊個色系。如果你中意 Arthur Wickham 呢一類經典插畫家嘅色彩美學又或者你想再探究多啲復古童話風格嘅配色
呢一套顏料呢，應該可能會俾你唔少嘅靈感嘅。如果大家對 Alpha Wacom 嘅用色技巧呢有興趣，記得睇埋我最新上載嘅 Alpha Wacom 嗰個專題 video 喎。我想呢重新聲明呢，以上嘅內容呢係並冇任何品牌贊助同埋廣告嘅合作嘅，純粹呢我個人嘅分享嘅啫。如果大家都鍾意呢條片嘅，請你免費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俾一個 like 我，同埋分享俾你喜歡畫畫嘅朋友啊！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次見，拜拜。